今早起7:58发生规模7.2的大地震，目前已经造成9个人死亡，934个人受伤，也有56个人掉伫内面。那讲到这花莲是真严重，其中天王星大楼规栋是塌落去，也传出有一个民众掉伫内面。特殊大队下晡也甲一个姓康的查某民众找到。 发现讲，伊房底伫咧大条下骹已经无生命现象啊！啊，若讲到这栋厝呢，下晡也先用巴掌甲这厝塌掉的，避免厝继续起起。另外，伫咧花莲的北滨街也有一间厝是起甲真严重，住户也用30分钟入去看物件，县政府要透明甲这厝拆掉。地震来的时阵，敢是去翕到路人的人甲车。地震先用摇的，煞来用心的。停伫咧天王星大楼边仔的头一只车，乘客有紧走出来。 原地徛伫咧边仔咧看的民众，发现大楼要放起啊，就3步做2步，紧要闪开，无甲一望领就规个用通膨。各位大楼的头前边看，厝放起的时阵，短几啊秒钟，地下卡全咧消失，规个是硬架。那栋楼真的倒了啦！大楼的管理员表示，头一届地震的时阵，厝看到就强要放起；到第二届喊甲真厉害的时阵，规栋厝雄雄起起，楼层较低的所在有人先走出来，毋过较悬楼的所在有人掉伫遐。经过好运了，你落去就放啊！花莲县消防人员除了加开，互部分受困的民众会当直接爬出来，毋过住较悬的居民都要靠分推车落来。救援人员嘛赶紧入去救人，会当看到规个楼地板起起，真好保持平衡。壁嘛比较真厉害，甲受损，因为门口嘛变形，干来当用家私破坏才会当开门。小心小心，后边有会动啊！太斜了。甲大拢起一边，规涂骹嘛胶拢是红毛涂胶，搜救人员要是顺利引导受困的居民疏开。这里哦。1楼了哈。哎，到了。辛苦你了。不会。 下晡县府再巴掌角来，希望暂时甲大楼退掉咧，避免大楼雄雄放起。救援人员拢总救出20多个人，不过传出有一个人若像转去救伊的动物伴，全失去联络。这个失去联络姓康的查某人，8:11的时阵加入去大楼，15秒了后大楼就倒起。搜救人员下晡有发现生命现象，不过大声话拢无人应。因为我们现在目前初判说，他15秒的时间不会走到2楼去，所以大概可能在1到2楼的2楼有一个夹层。 下晡3点半，联合搜救队找到这个受困的人，伊去有条啊地咧，初步判断无生命现象，因为烦恼体悬甲人救出来会有放弃的几率。该位厝的北土边挖过甲救，也若伫北滨街的公寓，有一间伫1楼的早顿店，是规个房底变去。代志发生了后，3楼的居民嘛为空棚内底紧走出来，因为县府建管科通知，下晡开始拆这栋大楼，而且会透明进行。伫要拆掉进前，互住户30分钟转去款行李，未少民众是赶紧装转去摕物件。 小姐，你进到外面点带小孩比较危险哦。想要帮忙的话，我帮忙。地震发生的时阵，会当看到阿洲水泥厂区，嘛规个真营业。目前矿区下骹的部落一切拢平安。咱若台泥嘛表示，规间工厂当伫检修当中，移动人的安全为优先的考虑。记者综合报道。